感恩觀世音菩薩，感恩師父，感恩師兄們現身表法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分享。平時時間我就讀白佛法練功課，共修時間我就全力練小房子，加持力真係唔一樣。共修時段練組合又快又順。劉師就分享，今日菩薩慈悲大大加持保佑，今朝頭頂熱到現在，我從來未有這種感覺，同時練經文快好多。姚先分享啦，哇！呢個網上練經班真係好啊，大家一齊練，有菩薩加持，能量十足。我依家一個人練呢，一坐低就想瞓覺，完全唔一樣。阿楊先都分享啦，因為工作關係未可以跟上群裏邊嘅共修，但係佢每次入群體呢，都感覺有股力量在推動自己喎，所以呢幾日真係比之前多練咗小房子。感恩師兄們陪伴我一起練經，一起修身。今日組合練多咗2章，也明白了修行唔係靠一個人能夠成就嘅。今日我參加3點至5點時間，坐定定二手戒落，好似坐喺觀音堂練經咁樣，唔睇手機，咩事都唔做，好好珍惜2小時，可以練3章。平時1章左右啫，真係感恩菩薩加持，練經快好多，法氣充滿。隨喜讚下師兄，咁陳師兄分享啦，佢係第一次參加中午嘅練經班嘅，咁大概喺3時半左右啦，佢正在用心練經經文，而意念中感覺有一片金黃色嘅光從佢嘅左邊慢慢移動到佢嘅面前，這一大片金黃色嘅光停留喺佢嘅眼前，只有2秒時間就消失啦。當時佢心裏邊好感恩觀世音菩薩，練經班就係觀世音菩薩嘅道場，只要我們好好用心練經，就能夠得到菩薩嘅佛光普照，加持我哋開智慧。隨喜讚那師兄。何新田師兄反饋，以前自己一個人練經時啦，喉嚨時常覺得塞住，頂住咁樣。參加咗網上練經班啦，就感覺練經順暢咗好多，真係非常之感恩。呢個練經班嘅幫助真的很大，能量好強，感恩菩薩。阿溫師兄就分享啦，話有個師兄之前咧練經嘅嘴係打唔開嘅，咁而依家呢位佛友咧參加練經班之後，個嘴可以打開練經，仲可以練到3張小房子，真係非常發氣，感恩菩薩。我嗰日去觀音堂啦，都聽到好多師兄分享，話參加練經班之後啦，感覺有嘢出力啦，好自覺地去練經，見到群組啲師兄個個都咁努力，就覺得真係唔敢偷懶啊，真係要加油啊！我非常之發氣。咁啊，羅先分享啦，參加練經班，感恩練經班，菩薩加持咧，練經特別快，係冇雜念嘅，結束1個小時，還有加持練得係好輕鬆。佢話太發起啦，之前都係練經，忘了進嚟打手勢，一眾群打手勢咧，練經速度即刻快，雜念少，感恩菩薩加持。咁啊，楊師兄都分享啦，第一日參加網上練經班，法氣充滿，成個下晝身體係微微發熱嘅，感恩菩薩加持，練經速度快咗，意念集中咗，雜念少咗，感恩菩薩。咁鄭師兄分享啦，參加練經班，忽然間找到一種歸屬感，一種集體同一個空間同頻共振，看不見摸不着，又能深深感受到嘅加持力，感恩一切。隨喜讚下師兄下。咁啊咧有謝師兄啦就分享，平時喺屋企咧多數就喺度玩手機，本質係唔應該啦，但係就係控制唔到玩手機嘅壞習慣。有時練一片大悲咒就忍唔住要攞起手機啦，一睇手機就唔記得練經，睇完手機嘛，心裏邊又懊悔，想改又改唔到，非常慚愧嘅。一陣喺屋企忙呢個又忙嗰個，就係練唔到經，深知係好懶惰，唔夠自覺，但係就係改唔到，係佢就覺得非常之慚愧同埋懺悔，對唔住菩薩，但係又唔知點改咁佢話今日參加第一次日練經班群組啦，見到咁多師兄都喺度練經，佢就諗啦，哎呀，我都唔可以再咁樣啦，大家都咁努力，我都要落定起身，放低手機，好好練經啦。然後今日真的冇有看手機，真的就認真跟住群組在練經，練經又順暢，心裏又開心又發氣，覺得充滿希望，感覺菩薩都在笑呵呵，真的很神奇。這個練經班菩薩的認同大力加持，呢個練經班太好啦！佢話我一定大力支持，全力支持，我一定好好跟住師妹一起練經，戒掉玩手機嘅惡習，戒掉惰性唔夠自覺嘅無明習氣。感恩觀世音菩薩，感恩師父，感恩師母。好，接落嚟係陳師兄嘅分享。
佢話好慚愧啊，孟子法門雖有5、6年，看似堅持，其實一直好散漫。最精進練最多小房子嘅時候呢，就係觀音堂念經班嗰段日子啦，真係好懷念嗰個時候精進嘅自己。後嚟冇人帶着，冇人帶動，冇咗凝聚力，心就散啦。練着雜念紛飛，短劇看了一出又一出，明知係不該，卻有心無力。後嚟發現群裏很多師兄都有類似嘅經歷，唔係唔努力，係缺一個督促，缺一份凝聚。感恩菩薩最好嘅安排，現在又有網上念經班。那一刻，我好像在浮沉嘅大海中捉到一根稻草，穩穩地支住了我這顆搖搖欲墜嘅心。現在有了這個群，又有了寄託，心裏有個聲音在提醒自己：哎呀，夠鐘啦，要開始念經啦！要跟住師妹一齊念經啦。說實話，即係講真嘅，參加咗之後呢，真係唔一樣。念經係多咗，速度快咗，心有得比以前定咗一啲。嗰種有人在旁邊陪着念嘅感覺，讓雜念少了很多，散亂嘅心都在慢慢地被拉返嚟。唔係自己犀利啊，係共修嘅加持力喺度拖住我哋走。師母，如果你都試過想精進，卻提不起勁，不妨嚟感受一下，唔使多，就跟着練一次，看看會不會不一樣。真係嘅，試過先知道。我仲報名做了值日義工，係真係想捉住呢次機會戒掉自己玩手機、看短劇嘅惡習。但我知道光靠我自己係改變唔到嘅，只有願意跟住菩薩，我願意跟住菩薩，跟住師們一起共修，一起念經，一起精進嘅力量走，先有希望。感恩陳師嘅分享下，都係小房子包圍法練種方法嚟嘅，師們可以睇一下。再平凡嘅人，只要你肯下苦功，一定可以創造奇蹟。就分享啦，感恩群裏邊每一位參與嘅師兄。喺呢個群裏邊，只有自覺，只有你追我趕，沒有誰管誰，只有菩薩看住我們，因為我們每天都是正信正念的好孩子，每天法喜充滿。感恩觀世音菩薩，感恩師父，感恩師母。感恩師母法喜嘅分享，睇到大家咁團結，真係好感動。所有嘅感應都係菩薩和師父嘅加持，我哋只管安心念經，一切交俾菩薩安排。師父講過，一個人只要度人了，捨生得體會法別了，他的福分就會自動上升，這叫福分嘅因緣。福分就是靠自己平常種下的，把自己念經救人嘅經歷寫出嚟，就好比在複雜嘅路口樹立了一個路牌，可以給迷路的人指引方向，這人就有福得了。與此同時，看到讀到這篇心得的人，就和你結下一份緣；看到師父嘅書，就同師父結下了一個緣；到你們寫的體會，就和你們結下了一個緣。寫心得是一種福德嘅布施，心得寫出來，龍天護法，功德無量。弘法出去法布施，法友看了後，增加法友嘅正能量，因此你也有功德。其實這是法布施嘅一種大功德。只要你天天念經，就是天天在消業。這個業雖然到結嘅時候還會出來，但是會少很多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所以師父同我哋講，成長嘅路上，只有相信菩薩，才能給你最大嘅依靠同埋保佑。學法嘅路上，只有精進，才能給你最大嘅安全感和幸福感。靠山，山會倒；靠人，人會跑；靠菩薩和你嘅願力，才能活得好。感恩觀世音菩薩，感恩師父，感恩師母。